胖师兄，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是四川。四川？哎，那我们可以去峨眉山玩喽。你除了玩，你还想到什么了？嘿嘿嘿，走吧。啊！哎呀，胖师兄又有玄机啦！不是玄机，是仙内啊，又在思念我们两个人了。阿姊，我就忝嘞，咱找所在休困好不好？姊，我真正行袂去啊啦，好不好？查某囡仔人爱较大才嘞，这是其他路，嘛无谢红桥。有味车国声歌了，文龙签下歌定不挂无名。老人来卜车，百里囡仔来卜好有钱，快跳！哎，你先坐下，小狗多袂听。我你卖生气，我是小狗呢，我是闻味就少，也亲切的味，所以啊，你闻一下。你是闻到什么味？啊，知咧，啊都熟悉味，熟悉味，也毋过，敢若毋是普通人有的味咧。什么事？长头白哩，那喜人良家妇女了？啊，你讲我喜人良家妇女？徐姑娘，是的，是的，你好，没事了啊，没事没事。别走。我把你喝死了，我免走。哦，你都较臭气呢。我那边上芳的啦，世间的人吼，同爱听阮的味啦，你知影无？阿英啊，阿英啊，掂的你等咱电话等去救人啦，行啦，行啦，紧啦，行啦。这位公主，姑娘，有啥物贵事咧？请问高明山，唔知要对倒去啊？哎呦，姑娘啊，峨眉山啊，你别去啦，歹势啦，阮即马无时间啦。你若要找阮哦，哎，峨眉山倒转啊，咱来西门的东云洞找阮，你就找到啦吼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紧的啦，等啦啦，行啦。东林堂，暗的药房。阿弥陀佛，咱来上来啦，没化缘啊，对呀，还有化缘主必心啊，主必心有大吉啊，我别讲，好在书记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两位小朋友啊，真歹势呢！我饭盒内面哦，剩一碗饭啊尔，啊，唔知有够你两个食无吼？阿弥陀佛咯，容易看经哦。多谢阿弥陀佛。哎呦，你这个查某，遐球遐放生，迄白饭啊，逐样可能几啊菜，还是一点豆腐，你来添丁，哎，小师傅啊，歹势哈，来，1人2文钱，给恁添香香哈，谢谢阿弥陀佛。容易发财哦。哎呦，有听无？阿母诶，咱这边发财啊啦！哎呦，哎。阿水某诶，你向我卖添丁，向我卖咱生的钱仔减，啊，你无法度搁咧怪我。哎呦，我哪有怪你啦？我是希望看会当早日替阮钱甲传一了后代卖啦。嘿，啊，嘴我哪有路用啊？迄都爱看你呀。啊无，换人试看卖，你互我带一个细姨啊？哈，你要
姨哦，你要误想啦。阿姊啊，阿姊啊，师傅，哎呦，等来啊。嘿，我两个菜肴回来，是煞？哦，腹肚缩腰的呢。可怜哦，伫咧山顶采药啊哦，一定是唔食食唔食困啦。不要紧，阿姐吼来去订机互恁食，等下嘿。食遐好，哦，对迄两个少年仔遐尼好，将来唔捌对我遐尼体贴过。师傅啊，阮两个咧山顶采药的时阵哦，拄着一个大块花箱咧。阿姨哦，送我一本经书啦，师傅，你摕去念吧。哎呦，我哪有时间念佛经？钱头家啊，有香香有保庇啦，去慢念啦。停。阿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啦？我想要搁转去拄下遐。阿姊，你知影拢毋是安尼啊？你来拄着迄个散甲书生，就互伊买买去啊？毋是卖，是缘。姻缘天注定，是福是恶，还佫真歹讲。胖师兄，你细细念是念什么啊？因果本无形，条条通人生。有力难抵抗，唯有得保身。因果本无形，条条通人生。因果本无形，条条通人生。阿姊，你哪会相信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敢若伫咧汉民呢，毋是，我毋是汉民，敢若是亲像。你一定是伤忝，我来传一下烧水，互你洗身躯，好吧？唔免啦，一工洗几落遍，安那洗，咱身躯的味嘛是洗袂清去。啊，对啦，迄个散甲书生，因厝伫咧开药房，我明仔载再去找伊买一寡香料转来，好不好？咱的钱已经会甲差不多啊，免那还有钱呢。买钱唔较简单。唔好啦，你千万唔好安尼做。惊啥啦，阿姊，我保证一定行不低，贵不改。阿姊，我要来啊！英红，你都爱较细腻哦。胖师兄，你是啊拍骹手，暗时啊拍骹手，敢讲遮尔暗啊，还阁有天机哦？代志甲拄着，破暝也有天机啦。啊无你讲看卖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唉，讲起来话头长啊啦。英红，你那做一面人摕遮尔济这1000两尔，哪有济？1000两，我讲无济。万一家门若是派人来调查，安尼是要安怎呢？阿姊，你放心啦，伊无可能知影讲钱是咱偷摕。鸭卵壳目嘛有芳，
早晚一定互人查出来。查出来嘛唔惊伊啊，伊若无法度干安怎，对无？咱要出来的时阵，我是安怎甲你交代的？咱就爱做一个善良的百姓，你袂记啊是无？留几十两，咱有够用就好。剩的拢甲送转去还，有听的无？即马个门内面的人呛呛滚，啊无，我明仔载才甲送转去，好无？好啦。胖子兄，你要做什么啊？有人在盗县衙的库银，我来个黑吃黑。这么多啊！一共有几两啊1000两减50两，你算算看有多少两？哇，950两哎，那个欢欢跟喜喜的师傅盖弥勒佛庙了。不可以，盖庙啊，不能用这个黑心钱。阿姊，是安怎啦？昨暝有啥物人来？你知无？无啊，哪有啥物人来？哎呀啦，敢若剩50两银尔，还迄950两拢无去啊啦！你看，这哪有可能？若是有人来过，我一定会知影。敢讲这个所在有啥物妖道，发着高强，乌车乌来劫走去。因果本无形，条条通人生。因果本无形，条条通人生。是迄个人，阿姊，你讲啥物人？我嘛唔知影迄个是啥物人。胖师兄，胖师兄，你把银子藏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不在袋子里面啊？哎，我这个叫乾坤百宝袋，怎么能够让你随便一捞就捞到了？哎呦，胖师兄，你不要耍我，快点告诉我银子在哪里呀？就在这袋子里啊！你不要骗我了。哎，如果在袋子里面，你拿给我看。好啊，我拿给你看。那，这不是银子吗？奇怪，还是没有啊。嘿，吼，啊你哪里在吃啦？啊你昨唔是5暝山啊？是啊，我去到一半佫转来啊。啊那你家这个人啊？啊恁姊啊咧？阮姊啊，阮姊啊伊。哦，哎，我知，恁姊啊破病哦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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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代志你遐大细声啊？阿杜哦，阿杜，哎，姑娘，俺就紧就甲你徛到这里创啥啦？紧来啦！姑娘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阿杜因阿姊破病啦，阮咱就走来药房啦。哈，你阿姊破病哦？是啦，阮阿姊破病，所以我唔才要来请大夫。我啊，食啦啦啦！啊，阮钱头家透早就去送出娘娘拜拜啊咧！啊，这声，这声，哎，
哎呀，走一转，人咧讲哦，救人一命，较赢咧食7年的饭菜啦。哇，袂用的啦。拜托的啦，我阿姊袂较足重的呢。这拜托的啦。好啦。姑娘啊，公主，我阿姊是啥物病？奇怪，啊伊的命真正常啊，好亲像是无啥物病。阿姊，人讲你无啥物病呢？奇怪，啊你哪会讲你规身躯疼甲安尼？哎呦，我头疼，我巴肚疼，那规身躯拢在疼啊，我爬袂起来哦。公主，你看我阿姊疼甲安尼，啊你哪会早袂出来？歹势啊，我等下出师尔，暂的早较袂准。阿姊，当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姑娘啊，歹势哦，害你受苦啊！啊无，你小忍耐一下，我转去请阮姐夫来吼。公主，你这个袂用走啦，你若是走，我的这心会阁愈疼呢。心就疼，就疼，就疼了。姑娘啊，歹势哦，请你搁小忍耐一下吼。我甲你讲，我阿姊这个病吼，还袂出事的时阵，就按尔巴肚底就有安尼。唔相信你平常血味。唔好啦，我是来替暂要看病的呢，要哪会呢？你哪遐尔残忍啦？你目睭金金，看阿姊伫咧艰苦，你不爱甲救哦？姑娘啊，难道受不亲啦？我哪会呢？学袂偏顶阿姊的味咧？人误会，我是要甲恁阿姊。甲阮阿姊安怎？啊，甲恁阿姊。甲阮阿姊安怎嘛？就是误会嘛。哎呦，做医生的人本来就是望闻问切。你是医生呢，你骗阮阿姊有啥毋对？哈？救人哦！是啦，我帮你看。救人哦！公主，啊，你有闻到什么味无？无呢，我就无闻到啥物味呢。有啦，人这是一种真特殊的怪病。平常时啊，我拢爱用丁香、甲香、茎香来洗身躯，才会过这种怪味啊。这个香料，阮店内拢有啦，我等来摕吼。你安尼要走啊？阿姊，莫讲啊啦，迄个人哪插头咧？有啥物好？你是知影啥？阿姊会咱讲哦，绝对袂唔对。伊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。哎呦！大师兄又有玄机啦！不是有玄机，是我健康真有人咧想我啦。真的，阿飞啊，天大呀！哎呦，我健康的鸟，吹这念你你谁来呀？哎呦，真的，大师兄那路来是卡转。你较好听了，哎，你这头壳愈来愈像咧茶叶蛋。阿飞啊，我要跟你讲一件真奇怪的代志。什么奇怪的代志？是安尼啊，我虽然唔捌娶过某，也唔过查某囡仔味哦，我过捌记过。也伫遮吼，要拄到两个查某囡仔，伊身躯迄个味哦，
嘿，跟别人无共款的。安尼我知，你是小某。小鸟了，小好。我说你你这个不多的药，你小心要食了茶叶蛋。天嘞，你讲你闻到迄个味，到底是啥物味啊？迄落我嘛讲袂出来咧。啊对啦，那像了臭党鲜啊味啦。真的，这唔讲生理歹，欠钱才一直受钱吼。要安怎？你是食菜人，价钱无缘啊。迄个钱的味你唔捌闻着啦，所以啊，你莫当个大钱兴起啦。阿妹啊，你是会通的人嘞，啊，拄则我咧讲的话对唔对啊？袂话袂话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原来是你两个细阿肥哦，安尼输咧？唔知啊。讲啊，恁师傅啊，心肝是够够强啦。要恁两个安尼遐细汉哦，啊放出来陪啊乱傻，袂输要去一仔囝咧，是够够可怜啦。你才可怜啊！我太可怜，我福寿西，逍遥自在。安尼啦，恁两个哦，遐名听候，我若趁有钱哦，要带恁两个食个粗饱的，好。食什么叫做吧？恁要食啥的，我就请恁食啥。食地贵是无？好，我就吃。哎呦，啊恁师傅是安怎甲恁教的？你是出家人的，食菜无食草呢。哎，少年呢，要算命照？来，遐坐。像你家己好食桃花无？少年呢，啊我倒去得罪你上，要无我遐老啊，哪会阁食桃花运？有无你家己心内有数啦？老不休。老不休。啊，你两个嘛，我老不休啊！安尼我请恁食粗饱的。我吃地贵。唔啦，我敢若无你食。无啦，我吃地贵。阿喂，是，你两哪会走去遮来？啊，你师傅咧？我属于闭关的。哎，这放恁两个出来外口，一个乱说。姑娘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阮阿英啊，叫我送香料来互你啦。是安怎恁公主自己袂来呢？都。啊，都安怎啊？是毋是恁公主无爱来？无啦，当阮阿英啊，一天到晚无闲甲咱牛啥啥，这小可代志哦，无嘛我哩包。我毋信。有影啦，啊来恁遮有两个水姑娘啊，通去看，半暝半嘛想要来。你好，莫再讲啊，摕去恁互伊啦。你转去甲恁公主讲，我若这个心足痛的。姑娘啊，啊你心要痛，那不爱要大夫看啦。多谢你的关心，麻烦你转去甲恁公主讲，讲我要去高美山敬香，敬完了后，我会住伫山脚的李家村。你若是有去高美山采药啊，才来阮遐互阮皇帝啦。心里痛，皇帝。客气。啊，10两银哦，少咯，唔免遐济啦。你甲讲啊，我若只会伫你家庄等你一世人。你这气血两虚啊，表面上看起来是肥肥啊，其实你是悍妇兼寒水。太好啊，洋洋，来，当归3钱，枸杞红枣番山蜜荠各5钱，人参2钱。是啥？金王姑娘小我收顿啊啦。哎呦，阿人呀，你愈来愈忙呢，啊这小少年囡就收倒来。啊这营养哪会遐重？啊，你等一下吼，啊我小算看卖啊，看伊找人偌济钱，吼。摕去遐跳药啊，多谢。
哎呀，这是金毛姑娘送的啦，因你今日走啊，伊叫我甲你讲哦，一定住峨眉山下李家村啊等你啦，你一定爱看的咧。哦，我会去啦。阿英啊，嘿，哦好，我来啊。是啊。水啊，哪会遐安静？怎么拢甲你吹啦呢？我知哦。哎呦，水啊，你真爱讲笑哦！啊，开药店若要大趁钱哦，唔着保庇大家拢破病。啊，就安尼无，有一笔大笔的买卖吼，要交你去做。大笔的买卖，啊是谁着做情哈？无啦，是一件大代志吼，关老爷指定要交你去办啦。咦？啊，钱老板呢？阮志良啊，伫咧内面啊，请。啊是什么重要的代志？就何师爷你亲身走去做啊？代志是安尼啦。安尼啦。诶，是讲关老爷选美是安怎就爱用遐尼济香料？是什么作用？安尼你就唔捌啦。遐个美女啊，用这个香料落去洗身躯，伊洗了后啊，规身躯是胖胖，当日要互相人闻到，伊会良心大意，安尼关老爷要成功就紧咯。阿英啊，啊拢嘛你，咱店的所有的香料哦，你拢袂晓你金凤姑娘啊。啊，即摆关老爷要诋毁，咱拢无才调互人，看要安怎就好了。志说，你个银两是安怎来？啊，都金凤姑娘互我的香料钱啊。这个银两啊，有本官的记号，是官爷啊，顶几工死了1000两的苦去。这银两我有本官的记号，讲，这苦银对倒来。这是。姐，小姐来就行好啊，我把香料摕来钱，趁钱你就当洗身躯啊，啊？就是伊啦。什么东西啊？大家有没有讲？那安尼？水啊，我已经承认，迄银两拢是我偷摕的啦，甲那姑娘无关系啊。你当作我是啥人啊？你只不过是乱了个事情，你敢有这规律？我偷摕1000两银子。姑娘啊，真歹势哦，毋是我讲的啦，是阮店内迄个阿六的伊后白讲，才害你互冤枉抓来遮。你才是冤枉的，苏雅，我承认，可能是我偷摕的，甲这位公主一点仔关系嘛无。你这么样水的查某囡仔，敢讲有才调偷摕1000两银子？晚课做完了吗？心情不好还能做晚课，你在骗自己哦。老师兄，怎么办嘛？你不要烦恼，烦恼不能解决问题，你要尽力去做，才能放下心中的挂碍，才没烦恼。好难哦，皇帝要美女，地方官吏拍马屁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圆融啊？你不是很聪明的吗？今天下午你才救了一个小姑娘。你怎么知道，胖师兄？我不但知道，而且啊，她还来了。
小师傅，是你？小师傅，救救我！叶歇，我看他是饿昏了，带他去找点东西吃。宾馆老爷，总共有10个，请管老爷看一下。这10个美女拢咧敬是？是啦，因拢是要送入京城做宫女。这我知。万一皇上若是看无介意，怪罪落来，我这个管老爷都真无面子。启禀管老爷，小人重新发出告示，家无绝色的美女。对，就是爱绝色的美女，上好是会当互皇上看介意，选入皇宫做爱妃。那安尼我要升官就较容易了。启禀管老爷，谁敢敢那仙女咧？即时来看卖。姑娘，头打起来。水啊，拿锁匙来。是。进开去。姑娘，管老爷关心你，特别来看你呢。确实是绝色的美女啊！是，是啊，这个姑娘哦，若是甲送入宫哦，皇帝一定会看介意。凡说哦，甲算作是王妃，或者是西宫啊。来，管老爷，请。管老爷，你若辛苦慢牙放袂记呢？会啦会啦，我一定甲你带踮身边啦。感谢管老爷。公主，你拄才有听的无？我伫要做皇帝西宫啊！你有听的无？我伫要互人送去京城。以后，不但你看袂到我的人，嘛听袂到我的声。恭喜你哦！你生甲遐尔水，不但会使做西宫，还是佫会使做正宫娘娘。你甲我讲，我敢有遐尔水？人水是要别人欣赏的。为什么你拢唔敢看我？因为你水甲伤过严啊，严甲敢若一把火咧，我惊去烧着啊。我知影，你也是共阮甲我当做一个歹查某，对无？唔对，我认为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就爱惊我咧？啊，我唔知，你安怎讲啦？我怪银行讲伊是贼。
哦，你甲这饭菜送去家落给阿英啊吃。啊，我甲你交代的代志，你还会记哩无？会啦，我拢会记的啦。阿六个，我甲你讲，这钱吼，摕甲顾家家的学习，啊，若记住阿英的吼，你就甲讲，叫伊学较巧的，溜溜秋秋食目睭，才会食眼前开，知无？阮水某干那伊一个小弟尔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可乐个，趁饭菜还阁烧烧的时阵哦，紧送下阮阿英啊吃啦。我知啦，啊，无我紧来去吼，我紧来去啦。我甲你交代讲，我你带去药店啊！你哪互伊踮遮咧洗身躯啦？我都有甲讲过，伊都唔肯，坚持要踮遐洗啊！啊你哪踮遮洗身躯啦？你来做啥？我来做啥？你来做啥？啊！好事，你要来对管老爷无咧？哎呦，啊是啊，干那位置啊，啊正面都无位啦。啊，伊都唔肯位啊！感觉因两个有小意啊，伊挑故意要笑迄个少年来看。敢若有这个意思哦。少年呢，你是安怎样啊？唔敢我头看洗身躯啊？大弟，你应该知影，这礼物是啊。好啊，我不爱洗啊。姑娘，请，你去倒位？请上座。请。你要叫我坐车？是啊是啊。你是啥物坐？这条是管老爷的金交椅，连我这个做事业都无其他好坐这条金交椅啊！你枕头慢慢对我这么好咧？无咯无咯，即摆袂沾你的头啊！来，请坐，紧请坐。你创啥？麻烦将你的尊姓大名，甲时时背字写互我。我是为石头坑逼出来，我无背你。姑娘，拜托你，你无背字写互我，我是要来甲你算命啦。真笑亏啊！关老爷，你摕一个头摕苦银的罪犯算命？你即摆毋是罪犯啊啦，你得要大富大贵做皇帝娘啊！你实在真够糟蹋人！你斩我的头，你就走，哪着安尼搞成笑？拜托你，不爱啦，我不爱算命。好啊啦啊！我也无犯罪，啊，你哪伫遐好咧搞款待啦？你哪是咧创啥？去甲好事再办去。是。唉，也透早吼，我还未趁到钱咧哦，啊，你甲我杀这衙门啦！哦，你做官的人哦，是照我阿爸咧，迄皮土比我较远啦。是咧是咧，看你今仔趁偌济，管老爷想袂害你。毋是干那安尼，你安尼手抠抠啊抠咧，还规下路安尼甲我说一日遐大人，众人逐个伫咧甲我看咧，就是我大賊哥咧，这个名誉的损失咯，你哪来甲我赔？
好啦好啦，一定陪甲你满意啦。你赶紧哦，甲这个绝色的水姑娘算一个名咧。就是你呀、水姑娘，咱阁真有缘呢。你捌你？我甲你讲，这个水姑娘啊，命免算，伊规身躯拢是黄金高包银，大富大贵啊！哈，真是的哦。来，水姑娘，来，手伸出来。来，有好无歹，我福州西出名铁口直断，消灾解厄绝对准的。互我上过人啊，一世人无烦无恼，保证伊。喏。我就是啊，安怎？你哪唔讲话？你讲的将伊送去皇宫和皇帝最水哦，唔是水啦，是王妃啦。王妃嘛是水。唔是啦，王妃就是皇帝。安怎？皇帝安怎？讲袂出来咯吼。王妃你是最师爷啦，也四书五经读啊侪，拢读去家姐听啦。我跟你讲，皇帝大母叫你正宫娘娘，出来怀什么东宫、西宫、北宫、南宫啊，迄拢是水啊。好啊，莫讲这个啦，迄是好佳仔，管好也无伫咧，也无人叫听着吼，随甲你掠去斩头。那安尼我就莫讲。来，你做啥？原谅啊。你还未算我的是咧几仔钱啊？我该讲的已经讲了安尼。你也无讲这个水姑娘是毋是咱个东南西北叫娘娘啊？迄是无可能。你讲得对啊，是毋对啊？对。这个水姑娘是大母命，毋是水命。那你讲起来，这个姑娘唔但袂当正宫来做娘娘咯。无对。来人啊！是。二路大路。是。水姑娘啊，歹势啦！我唔是朝天要害你啊，我是铁口直断啊。姑娘啊，伊哪会搁将你关入来遮咧？姑娘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为了你啊！哈，你去京城做王妃，甲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干那不爱去京城，我根本逐工坐踮遮，甲你相对上。你哪会遐尼讲？做王妃，一世人就使荣华富贵呢？是你讲啦，荣华富贵毋是幸福呢。啊无，什么款才是幸福？会当甲家己以爱的人斗阵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这我拄炒起来青菜，来，趁小紧食吼，安尼就食好饱咧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水某的啊！等恁小弟伫遐刚刚咧关哦，你即马咧做好事报事哦，袂赴啊，来不记了啦。嘿，啊，阮小弟毋是恁小弟哦，我知啦。我哪用啊，互掠去关哦？你即摆想过来真欢喜。阿英，其实啊，阿英谁怎有官府掠去？那嘛是迄个读无下，伊头摕课文，将罪过搬在阮阿英的身上，害阮阿英哦去互官府掠去。阮阿英上可怜啊，啊，我嘛足歹命。阮两姐弟哦，自细汉就失去爸母，相依为命。如果阮阿英啊，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毋知要安怎的。哎呦，某的啊，莫哭啦！你咧口吹口旺哟，你愈哭我愈衰啦！哎呦，其实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人伫咧骂你呢。你敢骂我？你
我就来拼。甲我拼，你甲我拼无够啦！你若有本事哦，就去找迄个查甫拼啦。嘿，啊你俩准讲我唔敢，迄是阮阿爷也无甲我讲哟，到底喺什么所在？要若无，我靠落去找输赢。志嫂啊，哈，我知影插播的下落。啥？你知影插播的下落？是啊，阿英遐的文样是我亲手教阿六的，叫阿六教予伊的啊。是啊，啊你就是迄个插播。你哪会入来？姑娘啊，我已经承认，确定是我偷摕，因怎样搁家己掠来的？恁会这样讲啦？确认是我偷摕，就算讲你承认，嘛无路用啊。姑娘，你若要讲白贼啊，恁一定上冤枉的啦！一群女人遐尔啊重呢，莫讲是恁两个，连我都搬袂顶当啊！你唔相信就煞啦。阿姊，阿姨哪会知影通啊掠你？是我家己愿意来衙门受罪。阿姊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害你的。姊妹仔呆，那就爱讲遮咧。总讲一句，这是劫数。布袋和尚讲要去昆明找宝，伊到底是咧变什么梦？福州县的tập团阿英带土匪劫，都要赶紧娶某再解下。伊是要娶什么某？规身躯拢有甜味的姊妹，金凤甲银凤，伊到底是人是妖精，也是仙女？明仔载暗8点，请继续收看《仙女奇缘》。这么苦。